歡迎嚟到小紅姥姥的故事世界。Hello， 小朋友，我係小紅姥姥啊。上次講到喺中秋節嘅晚上，珍珍一家人一齊食晚餐。今日我會繼續講埋呢個故事，仲會講一個中國古老嘅民間傳說——嫦娥奔月。中國節日中秋節下集。轉眼間飯菜都食晒啦，爺爺就攞月餅同埋水果出嚟。月餅就好似月亮咁圓，就好似珍珍嘅拳頭一樣咁細，仲有好多唔同嘅款式同口味添啊！珍珍就攞咗傳統嘅蓮蓉月餅，佢食咗一啖，好驚嘆咁講：裏面有鹹蛋黃啊，鹹鹹地，甜甜地，好好食啊！每個人嘅口味都唔一樣，即期就唔鍾意食蓮蓉嘅味道啦，於是佢就攞咗冰皮月餅嚟試下。弟弟見到月餅印咗一個女人嘅身影，就問啦：佢係邊個嚟㗎？喺呢個時候呢，爺爺就開始講一個中國古老嘅民間傳說。佢係嫦娥，你聽過嫦娥奔月嘅故事未啊？相傳喺好耐好耐之前，有一位叫嫦娥嘅女子。佢嘅丈夫后羿擅長射箭，嗰陣時天上面有10個太陽，就好似10個大火球咁樣，大地都被燒焦啦，河流乾涸，農作物枯萎，老百姓民不聊生。后羿唔忍心見到人民生活艱苦，一口氣射咗9個太陽落嚟，仲獲得仙藥作為獎勵。嗰陣時有一個講法，就係話食咗仙藥呢，唔單止會長生不老，仲會升天變成神仙添啊！但係仙丹淨係一個人嘅份量，后羿同埋嫦娥都唔想食咗個仙丹離開對方。有一日，后羿嘅一名弟子趁佢出咗門，闖咗入后羿屋企，仲逼嫦娥交出長生不老藥。為咗唔俾壞人搶走仙丹，嫦娥喺情急之下吞咗粒仙藥落肚，佢就即刻飄咗起身，越飄越高，越飄越高，一直朝住月亮嘅方向飛去。就係咁，嫦娥變成神仙啦。佢同佢嘅丈夫永遠都要分開。為咗紀念嫦娥，后羿每年都會喺花園度擺放佢妻子好鍾意食嘅糕餅同埋水果，觀賞天空嘅月亮，望住遠方嘅嫦娥。即使佢哋兩個人冇辦法相見，但係佢哋嘅愛係永不止息，直到永遠。呢個故事真係好感動啊！珍珍同埋即期都好慶幸自己嘅屋企人就喺身邊。食完晚飯之後，佢哋攞住燈籠出去，前往彩燈會。彩燈會好好玩，好熱鬧㗎，小朋友都蹦蹦跳跳，急不及待咁一齊玩。彩燈會有一個猜謎語嘅環節，小朋友們都絞盡腦汁咁猜呀猜。彩燈會一直舉行直到深夜，個個都玩到唔捨得走啊！喺離開之前，珍珍同埋即期仲向月亮揮手講晚安。或者佢哋並唔知道，喺呢個時候，嫦娥都向住佢哋揮手，祝福佢哋平安幸福、健康愉快。故事講到呢度，我小紅姥姥都祝大家中秋節快樂，拜拜。
如果你鍾意我嘅故事，不妨點一個讚或者按訂閱啦，多謝晒。